今次嘅政改方案要獲得通過，必須要喺立法會攞到40票支持。目前民建聯表明支持，自由黨就話未決定。手執18票嘅各個泛民政黨好大機會反對，政府未必可以攞到足夠嘅票數。洪依敏報導。2012年嘅政改方案一定要取得全體立法會2/3議員嘅贊成票先至可以通過得到㗎。但5個立法會議員辭職之後啦，政府話律政司研究過基本法之後啦，咁就仍然會繼續以60票全體認可議員基礎作為計算，即係話咧政改方案一定要攞到40票贊成票。而家咧目前咧立法會只係剩翻55人㗎，一旦反對票係超過15票嘅話啦，就足夠票數否決到方案㗎啦。我哋一齊計下啲票數啊！擁有9票嘅民建聯表明會支持，經濟動力嘅4票亦都表示贊成，工聯會有4票支持，自由黨就表示對方案失望，未有最後嘅決定。不過公民黨嘅3票已經表明反對㗎啦，有9票嘅民主黨亦都傾向反對，會開黨嘅中常會嚟到決定。加上何秀蘭同埋職工盟嘅李卓人，以及政府本來想爭取嘅泛民4票，包括街工嘅梁耀忠、民協嘅馮檢基、社工界嘅張國柱同埋衛生服務界嘅李國麟，都表明會投反對票。合共嘅反對票隨時會有18票咁多，令到2012年嘅政改方案有機會通過唔到。終點唔清楚，而今日喺個鳥籠裏邊話俾我哋聽，做一啲少少嘅改動係難以接受。仲有大概2個月時間多啲啦，我估啦。咁我希望咧就係仍然都應該爭取咧，係同特首啊，同北京負責香港事務嘅官員真係能夠坐低討論，究竟一個點樣嘅方案先至可以令到咧係雙贏，即係又過到佢哋，又過到我哋嘅。民建聯同埋經濟動力都促請泛民以大局為重。如果你又過唔到，我就覺得真係好可惜啦。每一步咧會可以取得到一啲經驗啊嘛，有啲經驗，大家又增強咗信心啦。咁呢個到達至普選嗰度，我覺得係好重要咯。淨係聽自己嘅意見，唔聽人哋嘅意見呢，我哋嘅政改係永遠唔會踏出第一步嘅。2012年嘅政改方案，如果最終都係通過唔到嘅話咧，本港政制發展將會再一次原地踏步。亞洲電視記者洪